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5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昨晚乌克兰军队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摧毁了位于克罗米亚的俄罗斯海军特种部队指挥部。在俄占克里米亚的乔诺莫尔斯克，俄海军特种部队基地遭遇导弹夜袭，俄方消息称因提前预警和人员撤离，本次袭击未造成伤亡。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2025年6月23日夜间，乌克兰国防部队对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阿特拉斯联合企业油库发动了攻击。此次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与火箭兵和炮兵部队协同执行。该油库为俄罗斯驻扎在乌克兰临时占领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军队提供燃油和润滑油。通报中写道，为了削弱敌方的进攻能力，2025年6月23日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联合火箭兵与炮兵对罗斯托夫州的阿特拉斯联合企业油库实施打击，我方打击武器成功命中目标区域，现场已确认发生火灾，打击的具体效果正在进一步确认中。乌克兰官员6月25日表示俄罗斯南部城市塔甘罗格一处与作战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制造相关的重要军工设施在前一晚遭遇严重破坏，乌方称该事件可能源自未知物体的袭击。此前俄方通报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地区实施了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指出，涉事地点为阿特兰特航空工厂，该厂被视为俄罗斯军工体系中关键节点，专门生产用于战术无人机及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科瓦连科称该工厂参与制造猎户座作战无人机、电子战系统以及配套的数字集成平台，并应用于第一人称视角，就是 FPV 攻击型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现代战场装备。6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表示，乌克兰具备每年生产超过800万架各类无人机的能力，呼吁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以全面释放该战略潜能。据报道6月24日上午以来，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12个区、市区以及州边境地区，值班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4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指出，此次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一天，俄罗斯本萨地区有4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该地区负责人梅尔尼钦科称，此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萨地区距离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乌克兰武装部队向俄罗斯发射一枚海王星导弹，该导弹的飞行轨迹尚不清楚。乌克兰国防部强调，该导弹未击中目标，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6月24日晚，俄罗斯达达斯坦最大城市喀山上空传来数声爆炸声，该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防空系统已启动，无人机袭击喀山上空被击退。居民听到空中至少传出6次爆炸声，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据悉该地区无人机危险管制措施已实施超过10个小时。此外，喀山机场已停运超过3个小时，由于飞行限制，数十个航班延误，至少2架航班被取消。更大的新闻俄罗斯空军司令坠机身亡，乌军精准击落。6月23日，俄乌冲突前线传来震撼消息。据俄乌双方确认俄罗斯空天军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中将在顿巴斯前线视察后返回基地途中，其乘坐的直升机遭乌军精准击落，爆炸瞬间多出这位高级将领的生命。作为俄空军空天军袭击乌克兰城市的关键指挥官，科贝拉的陨落如重锤般砸向俄军，引发全球广泛关注。事发时，科贝拉刚结束前线视察，直升机在低空飞行，乌军疑似使用先进防空系统锁定目标，一箭封喉一击致命。乌克兰军方宣称此为对俄侵略的正当回应，而俄方怒斥乌方卑鄙偷袭，誓言要报复。双方战线的变化不大，还是互相用这个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轰炸。我们再看一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英国现在也已经支棱起来首先是英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向乌克兰转让导弹，并支付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这是英国首次使用与
与俄罗斯有关的资金，直接为基辅提供武器资金。据《卫报》24日报道啊，斯塔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350枚先进的防空导弹，而这批导弹的费用将通过政府的特别收入加速计划用英国冻结俄罗斯资产的7000万英镑利息来支付。卫报称这是英国首次动用俄罗斯相关的资金，直接为基辅提供武器装备。6月2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列克谢·切帕表示英国利用冻结了俄罗斯资产利息为乌克兰购买导弹是偷窃行为。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发表了该言论。此前有消息称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向乌克兰转让350枚先进防空导弹。切帕说这是偷窃，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向他们提出全面索赔。这位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称英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试图延续俄乌冲突。他指出，英国是那些支持继续战争直至乌克兰最后一个人的势力的头目，以英国为首并且正在尽一切可能敦促乌克兰这样做，并试图影响美国政府，以抑制其促进俄乌进行和平谈判的意愿。这个俄罗斯人也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钱被欧洲这些国家冻结了，然后拿这个资产利息来帮乌克兰买这些武器，用俄罗斯人的钱打俄罗斯。这个还没完这个英国支了不光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它自身也更加强硬6月25日消息，英国空军将重新获得空射核武器。防务新闻报道英国将购买第5代 F-35A 战斗机，将能够携带核弹。该出版物写道，根据该协议，尽管这些炸弹是由欧洲飞机和欧洲飞行员携带，但美国仍将对核弹及其投放拥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不管怎么说就是英国要购买 F-35战斗机，能够空射核弹。这个不管怎么说，对俄罗斯来说那是一个坏消息这些都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他说，俄罗斯尚未做好和平准备，现在打击普京影子舰队的时候了，也就是对俄罗斯的这个油轮影子舰队进行制裁。莫尔茨强调，俄罗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和平的愿望，恰恰相反。他指出，在全球注意力集中在中东之际，普京却继续入侵乌克兰，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解决的意图。莫尔茨呼吁欧盟伙伴支持第18轮制裁特别是针对俄罗斯用来绕过限制并资助战争的影子舰队。他补充说我们德国太长时间以来忽视了波兰的邻国对俄罗斯的警告，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的警告。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错误，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法挽回。我们不能指望周围的世界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平静。这个莫尔茨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波罗的海三国一直在向欧洲发出警告，说这个俄罗斯要侵略他们，但是这个德国都忽略了。那么现在德国要重视起来。所以你看这个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计划正在实施在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布雷，制造新的铁幕。这些国家均已宣布退出禁止使用杀伤人员的地雷渥太华公约。这些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拥有长达2150英里的边境。立陶宛计划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5% 用于国防，以拨款8亿欧元用于制造反坦克地雷和杀伤人员地雷。立陶宛前国防部长卡丘纳斯表示将需要数十万枚地雷，这些地雷将被储存在立陶宛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附近，以便在危机时刻部署。他还补充道，这些地雷将与无人机和武器一起构成整体防御系统。媒体认为整个东北欧地雷阵部署完以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地雷区。这都是为了防俄罗斯侵略因为根据乌克兰人的情报这俄罗斯正蠢蠢欲动要在欧洲发起一轮新的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举行会晤，双方领导人就推进联合武器生产、丹麦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事宜以及持续援助乌克兰等议题进行了商讨。泽连斯基总统表示我们已经做出重要决定，丹麦将成为首个与乌克兰启动联合
军品生产的国家。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荷兰海牙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泽连斯基感谢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新西兰就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声援，以及所有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和新西兰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双方讨论在乌克兰投资生产军事装备，以及一项有助于打击俄罗斯正在袭击乌克兰城市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的举措。波兰和乌克兰宣布启动热舒夫无人机计划，边境2次的无人机产业将实现整合。波兰和乌克兰军队使用许多无人机将在波兰组装。这个波兰在这个自己的境内生产乌克兰的无人机，这种合作让这个俄罗斯是叫万洋兴叹，鞭长莫及。乌克兰出技术，波兰出资金，或者其他国家出资金，在波兰生产无人机。这无人机不仅要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用，还提供给波兰的军队。那俄罗斯也不敢去炸，所以这个就有源源不断的无人机运往乌克兰。总体上，泽连斯基这次到荷兰参加这个北约峰会可以说是收获满满这个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确实在渐入佳境。这个无论是荷兰还是丹麦还是英国还是德国，都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你比如说这个荷兰首相斯霍夫，他首先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了一个大单子，60万架无人机采购合同还加送1.75亿欧元军火、雷达、军车、无人机，打包送往战场。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眼下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明显的慢下来或者没有了。荷兰人这手笔相当的及时，对吧？在这个美国和欧洲感觉有点接不上的时候对吧？荷兰挺身而出。荷兰今年总的军援已经是26亿3000万欧元，这在欧洲也是排名靠前对吧？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一个60万架无人机的这个采购合同。这个荷兰的无人机全部是电子战特供版，专门针对俄军干扰器设计。荷兰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这批无人机正好赶上敏感时刻，乌军干用西方导弹炸了俄罗斯本土，俄罗斯直接对吧警告要报复，而荷兰人送来了带电子对抗功能的无人机装备。荷兰人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是不用怀疑因为他们的仇还没有报应该是马航的吧，一架飞机被这个俄罗斯人给击落了，那上面大部分都是荷兰人，这个仇还没报荷兰人叫君子报仇10年不晚。当年处理这个空难的应该是荷兰首相叫吕特这个吕特现在是当北约的秘书长。大家也知道他这个位置不好干，北约秘书长如果说美国不出头美国掉链子，那这个北约的秘书长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他就变成一个欧盟。所以这个吕特为了压制这个俄罗斯为了援助乌克兰，这个吕特也是卧薪尝胆这个媒体报道吕特就是谄媚这个特朗普，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这种说法是没有考虑到北约秘书长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就如果特朗普不配合的话，那要北约秘书长干什么？北约这个组织就可以不存在了，所以他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对吧？要哄住这个特朗普。这个当地时间6月25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这个北约峰会上说他说我们将讨论乌克兰的问题，我们将确保乌克兰在未来几年继续获得北约国家的支持。吕特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有助于帮助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吕特还指出俄罗斯对北约已构成军事威胁，而这就是所有北约国家必须增加国防开支的原因。这个吕特也是随着特朗普的态度他也是对乌克兰是一波三折去年拜登当总统的时候这吕特是坚定的向乌克兰打开北约的大门，北约对吧说要吸纳乌克兰，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进程不可逆等等各种说法吧。等到特朗普一上台之后特朗普不态度变了吗？乌克兰甭想加入北约，那这个吕特的说法又变了，吕特就说暂时还没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不排除以后加入，也就是讲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了。某种程度上他受这个特朗普的影响，他不能跟特朗普直接对着干了。刚才说了，北约秘书长如果跟特朗普对着干，那就北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次北约峰会的一大成果根据这个法新社报道此次北约共32个成员国达成共识，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对此特朗普表示我多年来一直要求他们提升到 5%， 现在他们真的要这么做了，这是一项重大进展。我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巨大胜利，我们很快能实现公平。这个特朗普24号在社媒平台就真相社交上公开了吕特向他发送的一则信息，内容极尽恭维奉承，
谄媚嘛。吕特在短信中先是称呼特朗普为总统先生、亲爱的唐纳德，接着他写道：“您将完成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做到的事，欧洲将以应有的方式支付防务费用，这将是您的胜利。”他同时祝福特朗普飞往荷兰的旅途平安。这个在北约峰会上媒体记者就问这个吕特说：“你发这个谄媚的短信给特朗普，而且还遭到曝光，特朗普把你曝光了，你难道不尴尬吗？”大家看视频I think what I said in the text message to him, totally fine that he published it, please, but totally fine that he published it. I think it's a statement of fact. Sharing this message. Are you okay with him sharing those SMS? Isn't that a little embarrassing? Absolutely not. Absolutely not. What is in that text message is a statement of fact, and I'm totally fine that he shared it. The attacks on Iran appear to be less positive, less successful than they looked before. Do you reconsider your congratulations? No, not at all. And the 14 huge bombs dropped on the nuclear facility of Iran, I think this was crucial to really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take out the nuclear capability of the Iranians, which NATO has always said Iran should not get its hands on. And therefore this decisive a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was so important. 吕特说完全没问题，那条短信里的内容是事实陈述，我对他分享这条信息完全没异议。说明什么呢？说明作为北约的秘书长，作为曾经的荷兰的首相，作为亲自处理，对吧？俄罗斯击落这个马航这个航班，造成这个100多名荷兰公民的这个死亡，这个大仇没报这个有点像吴王夫差，对吧？卧薪尝胆，为了忽悠，对吧？为了稳住特朗普一起，对吧？参与这个抗俄大业，发点肉麻短信算什么？特朗普好这一口为了能让这个特朗普继续跟北约，对吧？同心同德，为了能让特朗普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难道非得跟特朗普对着干，骂他才行是吗？所以放下身段这个与其周旋也是个办法。吕特说俄罗斯是当前北约成员国最大的生存威胁，且俄罗斯正准备与北约打一场持久战。如果真的10年后这个北约国家的这个军费都能达到 GDP 的 5%， 那显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对乌克兰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欧洲的军费一足对吧？支援乌克兰那底气就更足而特朗普就像一个什么审计师一样的，天天督促北约这个国家你要达到 5%， 对吧？这事由特朗普去干，这乌克兰还不容得罪人。等这些国家都达到 5% 的时候，他们武器都足够，对吧？那援助这个乌克兰也就更大方一点。这有什么不好呢？吕特称特朗普将在海牙迎来一个巨大的成功。他说：“我们已让所有人同意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5%， 您将实现数十年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欧洲将做出巨大付出，他们理应如此，这将是您的胜利。”你说特朗普能不开心吗？6月25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与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个特朗普还说泽连斯基是个好人。此前有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周三在海牙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消息人士指出美乌两国总统团队正在敲定会晤的细节，重点将放在对俄罗斯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武装部队采购武器上。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称欧洲官员正在研究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替代方案，以防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不批准新的军援。据3位欧洲官员透露，盟国希望说服华盛顿以现金支付或信贷方式向基辅出售武器，不过最终决定将取决于美国总统的立场。消息人士解释称特朗普政府内部一些代表对可能阻碍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举措持谨慎态度。即使美方拒绝军售，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仍可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情报共享和后勤支持在内的援助，例如运输重型武器。理论上欧洲国家能够弥补大部分军援缺口，但这需要大量资源。一方面我们必须增加自身库存，另一方面还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一位欧洲官员承认道，他补充说走这条双轨道路并不容易。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自其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强有力的一揽子制裁。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指出在欧盟外长会议召开前夕正在讨论这一问题。巴罗表示新的一揽子限制措施将是对俄罗斯无限
残忍的回应。俄罗斯不断对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他强调俄罗斯蓄意攻击与军事目标无关的目标。这位法国外交官还强调，由于克里姆林宫3年来发动的殖民运动，俄罗斯的经济已面临严重压力。他称，实施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将进一步消耗俄罗斯的资源，迫使其领导人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开始谈判，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可持续的和平。也就是欧盟正在讨论第18轮制裁，这一轮制裁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轮根据这个英国的 BBC 援引北约官员消息俄罗斯至少可维持当前在乌克兰战争规模至2027年，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能撑到2027年。北约认为尽管俄国内部困难加剧，但其经济仍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不过，一位北约高级官员也向 BBC 表示他说西方的外交努力目前尚未使乌克兰战争更接近结束。北约指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已接近极限，进一步扩大武器产量已变得不可能。也就是俄罗斯保持现状还能坚持到2027年，但是你让它扩大规模，对吧？加大这个力度，他也没这个能力了。按照北约的说法，那他坚持2年，俄罗斯就被拖垮。所以这2天，俄罗斯人这个身段已经稍微放缓了，软下来了。无论是普京还是拉夫罗夫还是梅德韦杰夫，因为这个世界局势在发生变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在解决围绕乌克兰局势问题上，俄方倾向于采取外交途径，但必须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但是用尽所有和平政治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后，我们才被迫采取军事和军事技术措施来保障我国安全。2014年通过违宪政变上台的基辅政权不断剥夺我们同胞的权利。尽管如此，我方当前仍倾向于采取外交途径。你看看这个已经比以前软多了以前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对吧？是我们占的那是俄罗斯的，还没有占领的也是俄罗斯的，对吧？现在谈是4个州，过一段时间谈是8个州，你看都是这种说法。现在软了，为什么？实际上跟特朗普在中东干的那一票还有点关系也就是俄罗斯人，首先一个他恐怕也觉得这个不靠谱真要逼急了，不靠谱要下手，这也不好办了。不都说不靠谱不敢炸伊朗的核设施吗？人家就炸了，那万一不靠谱，到时候对吧？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也保不齐对吧？他给乌克兰更多的武器。第二个就是伊朗老实了，怂了，伊朗不会在那儿再整事了，对吧？现在就是打嘴炮了。接下来的谈判很有可能就是伊朗你也不能给俄罗斯援助什么沙赫的无人机，对吧？这个美西方解除一部分乌克兰的这个制裁，这个伊朗的制裁然后伊朗对吧承诺不再搞这个核武器等等，也很有可能伊朗这次被揍以后他就是导入西方国家了。只要他不搞核武器，对吧？他承诺，那他制裁有可能要解除解除一部分，对吧？那作为这个回报，他可能跟俄罗斯两人就得分道扬镳了。你从这一次这个以以冲突来看，伊朗能指望俄罗斯吗？指望不上那你还跟他搞在一起干啥呢？挨揍没揍够是吗？所以说这个伊朗人可以重新评估俄罗斯的这份友谊他还援助俄罗斯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俄罗斯可以说是孤立无援，恐怕也只有这个朝鲜还能帮点忙。所以这个俄罗斯人现在身段越来越软了。6月24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阿列克谢切帕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西方各国表现出与美国同样的务实态度，俄罗斯愿意在各个领域恢复与西方关系这位俄罗斯政治家指出我们现在听到欧洲国家的言论，很难期待任何建设性的结果。当然，我们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更加务实，就像美国正在展示的那样，我们也期待欧洲对发展自身经济的兴趣，这自然会激发欧洲对俄罗斯合作的兴趣。你说说这俄罗斯人不仅这个野蛮，不仅这个叫什么强盗流氓逻辑，这俄罗斯人还挺自恋，你知道吧？相当自恋，还对吧？西方各国也表现出美国同样的务实态度，俄罗斯愿意跟他们打交道。你说说，还觉得自己是个香饽饽俄罗斯变成20个小俄罗斯，自然就成了香饽饽。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